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我要带大家来看台语的塔词。娃娃 TV。台语有真侪字拢会当相塔变做塔词，有的会当塔2字，有的会当塔甲3字。亲像这个定，就敢若会当塔2字尔。定是停止袂振动的意思。亲像我细汉的时阵，电视拢是用迄天线的，有时阵信号就会较无好。阮阿公有时阵看电视看一半，拢会讲啊，哪会停去？意思咧就是讲啊，哪会无去，哪会停落来啊？啊，这个定除了停止袂振动以外，其他阁有平静、安定、稳定、确定、预定的意思。啊，定的塔词定定，除了嘛有停止袂振动的意思以外，阁有时常的意思。亲像电视信号歹，电视定定定去。即个咧内底的定是2字加1字哦，毋是定定定3字词哦。台语内底无定定定，也是定定定这个词哦。好啊，会当读到3个字的，就愈趣味啊。咱会当斟酌甲听，讲2摆的时阵呢，程度会变较轻哦。亲像即个皮，咱会当讲即个囡仔足皮的。嘛会当讲即个囡仔皮皮，佫会当讲即个囡仔皮皮皮，即3种皮到底倒一种较皮咧？一个皮是咧讲一个人介爱甲人创治，无听话，叫伊往东伊硬要往西。若是要来甲拍一个分数咧，一个皮会当讲是100分，啊2个皮咧就无遮皮啊。2个皮是咧讲一个人足大面神，也是无要无紧。亲像阮阿母伫厝里叫阮姊妹仔去生我的时阵，阮拢会结皮皮，当做无听到。即个时阵，阮阿母就会足生气的讲：好啊，你拢甲我结皮皮，拢莫洗，互你无我通用。阮就会乖乖啊洗去洗啊。所以即个皮，若是要来甲拍分数，差不多是8到10分尔。啊，若3个皮咧，就真正足皮的，是皮的加强版，伊就是皮甲无在掉，搁较皮啊。紧绷啊，所以若是要拍分数，差不多会有120分哦。啊，水色嘛是共款，红、红红、红红红，大家感觉对一个较红咧？答案是红红红，就是足红足红的。亲像人以前咧结婚的时阵，拢爱穿甲红红红。啊，第2红的咧就是红，用来形容红色，亲像这蕊玫瑰花足红的。啊，第3名咧就是红红啦，红红就是淡薄仔红尔，亲像去外口晒日啦，也是歹势时阵面就会红红。啊，撒去捌着溪切铺嘛会红红哦。好，另外阁有一个足特别的咧，就是塔词有2种念法，而且这2种阁是无共意思的哦。咱来看这个开，开就是拍开，这个无问题。毋过，若是甲变做塔词，就有2种念法。一种是开开，这是形容词，咧讲一个物件开开无关，亲像我裤的尺裤开开，袂记只扭起来，哎呦真歹势啦！大家莫看啦，莫看啦，莫看啦。阁有迄个门开开无关，冷气拢走出去啊！啊，另外一种是开开，这是动词，就是讲甲一个物件拍开。我甲地鼓开开，你去甲门开开，伊去甲窗仔开开。好啊，3字读做伙咧，共款嘛有2种读法。头一种开开开，甲开开共款是形容词，开开是只要有开，毋管开偌大，就会当讲开开。啊，开咧，就是咧讲开足开的，完全100%拢互拍开啊！亲像门安尼开，风拢灌入来啊！啊，另外一个读法咧是开，甲开开共款是动词，开就是咧讲甲物件拍开，你开一个嘛是开，开2个嘛是开，开100个嘛是开。啊，开咧，就是咧讲甲物件拢总拍开的意思，亲像你去甲电火拢总开，你去甲门拢总开。好，以上就是咱今日介绍的塔词，安尼有趣味无？台语真正真好耍，
希望大家介意我今仔的介绍，我是 Lisa， 今仔的影片就到这里。若是有介意我的影片的话咧，莫忘记把它起赞，搁爱分享出去。还未订阅关注朋友咧，嘛爱忘记把时间订阅咧，去破表小铃铛，安尼看收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嘛爱忘记 Lisa 的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嘛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咧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嘛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